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最近是真的蛮忙，一想那个涨水了、补涨了，我就对头。那么再加上旧个阿姨追特的新个阿姨来嘛，先白白为适应。至于我里向是忙到了假期起来，今朝没辰光晒中饭子，去来鹿街买点蔬菜。虎门王家的人流量是真的结棍，来鹿街蛋菜，看看还有啥个新产品。生意是没我讲，每日天发炮弹。今朝来得早，分卖光了，我还洗洗脚改改。那个手菜碎丝鸡是新的哇，还记得不得了。那么帮我弄两个吧。哪个？一样手菜，那么碎丝鸡啊，称点。哦，还有个。喂，那个是啥个蛋炒牛啊？那个蛋炒牛呀。那么弄一个蛋炒牛，弄一个。那这块海底啊，那块淋得不得了呢。啊，淋的看看，才5花肉呢啊。淋的。我看见一块肉已经掰着，扎等得不得了。哎，碎丝鸡就1斤了。对了，啥子人？啊，称个2块，你说那个？那个手菜就1斤。1块呀，要6两的嘞。实事求是讲，那个碎丝鸡看得我腮红已经爆出来了。嘎子哇，你看看，那个是来鹿街个新产品啊，碎丝鸡的手菜。3套是新用来着。你看。呀，灵个呀！你3套弄个把这只在把面切海子。切海分海，盒饭菜，那个2个菜在盒饭，每个人都。那些辰光，天热么热要吃点瘦个么子哇。难得不得了，手菜我上一口。大手的我最欢喜。应该是算肥辣吧，手推人靠肥最来。搿只碎丝鸡啊，我个人打分可以拿10分。第二日天中浪尝尝看蛋炒肉，哇，香喷喷。蛋炒肉，朋友们看看。好吃不？尝尝看。这汤。冷个。